歡迎大家收睇陳鴻輝 Channel。喺啱啱過去嘅五一黃金週，好多中國旅客嚟香港感受一下本地嘅生活。佢哋用窮遊嘅方式嚟旅行，有啲人喺麥當勞度瞓覺，甚至有啲人喺銀行櫃員機前面過夜。呢一啲畫面真係幾特別。睇完呢啲新聞就令我記起之前去日本旅行，我都試過一樣幾特別嘅體驗，就係喺網吧瞓一晚。其實當時嘅原意就唔係為咗慳錢，而係第二朝一早起身有事要做，咁就順便體驗一下呢個文化。大家唔好以為網吧就係好似香港嗰一種咁，入到去有一排排電腦，有好多人喺度打機，好嘈咁。其實係呢一類大家喺日本行街都未必會留意嘅鋪頭，門口放咗一塊價錢牌，列出咗唔同時間嘅收費。今次我就膽粗粗揀咗呢一間，自己上3樓去試一試。實際去到網吧，你會發現環境好安靜，冇人嘈住你休息。入面有大量漫畫同雜誌，當然全部都係日文啦。有飲品任飲，甚至連牙膏牙刷都有得免費提供，真係好方便。有好多種選項可以揀，由於我係諗住過夜住宿，我就揀咗獨立房間嘅款式。空間就唔算好大，但係身高1.8米嘅朋友都可以完全瞓得落。簡單放1-2個背囊都冇問題，但係擺行李箱就唔好啦。每間房都有電腦可以用，而我特別檢查過係冇 CCTV 嘅，私隱度非常高。放低嘢之後就出去揀漫畫雜誌，基本上出名嘅作品都有齊。斟埋杯嘢飲就可以返房慢慢睇啦。至於價錢方面，我喺入邊留咗大約11個鐘，咁就計落12個鐘頭嘅 plan， 埋單都唔使港幣250蚊。第二朝一早就再出發啦。最後俾個建議大家，喺日本行街行到攰嘅時候，唔一定要去 coffee shop 度休息。其實網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，唔止可以瞓覺，仲可以享受埋私人時間，簡單飲杯嘢，而且周圍都有分店，真係幾方便。你又有冇試過或者考慮過喺日本瞓網吧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下次見，拜。